大麻目前伫台湾也是二级的毒品，所以常常出现违法种大麻甲使用的案件。不过有人是主张讲，应该看重伊的医疗价值放零限制，所以有民间团体就希望讲会当照国际标准，莫阁讲大麻是毒品，互大众会当搁较认捌大麻的医疗价值。台湾现在的法律总是把我跟安非他命、海洛因这种化学粉末画上等号，把我的植物性完全抹杀。长期以来推动大麻除罪化民间团体，特别伫国际大麻日进前召开记者会，表达3项诉求，希望改变大众对大麻的误解。我们希望法务部可以修改毒品坏防治条例，去上修4氢大麻酚的容许值，改提管告3%。第二项诉求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比照联合国，它在2020年有修改了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，把大麻从毒品清单中拿掉。其实2020年5月，卫生福利部有公布，原国型阳型病人会当透过申请使用大麻离婚的药品，但是医师表示，实际上申请的人并无多。然后大家会觉得说它基本上还是一个2级毒品，但是事实上，大麻萃取物像我们现在主要的大麻2酚，它是不会有这种后遗症的。但是如果说是另外一种化合物 THC， 也许会有一些幻觉啦。但是这个如果是剂量很低的话，在以前的经验里面，甚至是可以用在止痛。大麻因为包含会出现幻觉的4氢大麻酚的成分，社会上嘛常常发生违法使用大麻的案件。法务部2021年9月就表示，大麻对肺部的伤害真大，也影响心脏、心血管的功能，心理上佫会出现幻觉，嘛可能会瘾会调。目前并无甲合法化的拍算。记者杨淑静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